有時香港人會問我 Kelvin 鬼佬係咪一個種族歧視嘅字嚟㗎？我嘅答案可能會令你 surprise 㗎，因為老實講，我唔介意人哋叫我做鬼佬，但係呢個答案其實冇咁簡單。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下個話題，分享下我嘅睇法。今日呢個話題其實幾敏感㗎，但我覺得值得講。我會同大家分析下鬼佬呢個字嘅歷史同現代用法，仲有解釋下點解我覺得語氣比個字本身更加重要。首先，我哋睇下鬼佬呢個字嘅歷史。鬼佬字面上嘅意思係鬼加佬，即係 ghost man 或者 ghost guy， 聽落好似幾負面嘅喎，係咪？其實呢個字嘅起源有幾個講法，有人話係因為以前啲中國人覺得外國人皮膚白到好似鬼咁，又有人話係因為外國人嘅樣同行為好陌生，好似唔係呢個世界嘅人咁。喺歷史上，特別殖民地時代，呢個字的確係帶有負面嘅意思嘅。嗰陣時，中國人同外國人之間有好多 tension， 所以鬼佬係一個表達距離感同埋唔係自己人嘅講法。但係語言係會變嘅，今時今日鬼佬嘅意思已經同以前好唔同啦。咁喺現代香港，鬼佬究竟係咩意思呢？老實講，我覺得大部分時間佢只係一個 descriptor， 即係一個形容詞，冇咩特別嘅意思。好似你會話嗰個女仔，嗰個後生仔咁，香港人會話嗰個鬼佬，佢只係一個方便嘅講法去形容一個西方人樣嘅人。雖然我從來未聽過有人當面叫我做鬼佬，但我肯定佢哋喺我背後講過啦。例如喺餐廳，侍應可能會同同事講3號台個鬼佬我都做咩啊？又或者喺街市，啲阿姐可能會話嗰個鬼佬想買啲咩啊？呢啲情況我完全唔會覺得佢哋想侮辱我，佢哋只係用一個簡單嘅字去形容我，就係咁簡單。但係我要講一樣好重要嘅嘢，語氣同背景比個字本身更加重要。任何字都可以變成侮辱，睇你點樣講。如果有人用好 mean 嘅語氣話嗰個鬼佬唔識嘢㗎，咁我當然會覺得唔舒服啦。但係如果有人好 friendly 咁話呢個鬼佬好叻喎，識講廣東話，咁我就會覺得好開心。但係我要承認一樣嘢，我覺得鬼佬唔係一個種族歧視嘅字。其中一個原因係因為白人喺香港從來都唔係一個被壓迫嘅群體。事實上，歷史係調翻轉嘅。香港曾經係英國殖民地嚟㗎，所以鬼佬呢個字同其他針對被壓迫群體嘅種族歧視字眼係完全唔同嘅。呢啲字眼背後有好多痛苦同歷史創傷。但鬼佬就冇呢種 weight， 所以當我話我唔介意人哋叫做我鬼佬嘅時候，我明白呢個係因為我嘅 privileged position。如果我係屬於一個喺香港 historically 被歧視嘅群體，我嘅感受可能會好唔同。最後，我想講一樣好有趣嘅嘢，我自己其實都會用鬼佬嚟形容自己。當我同香港朋友傾偈嘅時候，我有時會講，我作為一個鬼佬，對我嚟講呢個字已經變成我 identity 嘅一部分。但係有趣嘅係，當我用廣東話講我係鬼佬嘅時候，啲人通常會笑。點解呢？因為佢哋覺得呢件事好矛盾。傳統上，鬼佬代表外人，唔識我哋文化嘅人，唔會學廣東話嘅人。但係當一個鬼佬用流利嘅廣東話話自己係鬼佬，成件事就變得好荒謬。所以我覺得學廣東話其實改變咗呢個字對我嘅意思。我仲係一個鬼佬，我個樣冇變過嘛。
但係我已經唔再係傳統意義上嘅外人啦，我變成咗一個入咗去嘅鬼佬，一個識講廣東話、了解香港文化嘅鬼佬。呢個感覺真係好正㗎。總結嚟講，我對鬼佬呢個字嘅睇法係咁：一、歷史上佢的確係帶有負面意思㗎；二、但係喺現代香港，佢大部分時間只係一個 neutral 嘅 descriptor。三、語氣同 context 比個字本身更加重要。四、而且作為一個白人，我有 privilege 去唔介意呢個字。五、同埋當你識講廣東話，成件事就完全唔同咗。我知道唔係每個外國人都同意我嘅睇法，呢個係好正常嘅。每個人嘅經歷唔同，感受都會唔同。我好想聽下你哋嘅意見。如果你係香港人，你平時會唔會用鬼佬呢個字？你覺得佢係 offensive 定係 neutral 呢？如果你係外國人，你對呢個字有咩感覺？記得喺下面話俾我知。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記得俾我 like、subscribe 我，仲有撳埋個鐘仔啦。我哋下次見啦。